雅加达亚运金牌，举重国手郭婞淳说，明年奥运是他最后一站，接着他要退休开早餐店，让学弟妹们每天的第一餐充满活力。郭婞淳今天应邀参加台东县国中小校长会议演讲，和台东上百位校长分享自己成长经验。他说到自己走上举重之路是老天爷的安排，他接触过各种，但表现都不是很好，只有举重让他拿到金牌，因此他选择举重。老天爷给的指引，要有勇气改变自己的命运。郭婞淳谈到，他曾为仁川亚运集训时双腿遭140公斤的杠铃压伤，刹那间双脚不能动，浮过脑海的是亚运完了该怎办，但当他坐上救护车时却忽然感到开心，终于可以休息了。我会好起来的。在教练等人的鼓励下，他重拾信心，变得乐观，除双腿不能动，其他地方还可以练习。于是他回到集训场，继续朝向亚运梦，终于再度站上国际舞台，虽然没有拿到金牌，但他很开心。这次受伤让他体会，每个人都有他的成功金字塔。他说，有多少次的成功，背后就有的挫折，从失败到保持正面心态，最后累积经验。但是，追求金牌过程中不能只专注金牌，还可以帮助人，透过自己的成就和他人分享。只要有一句话带给学弟妹力量，让他们走向自己梦想，这就够了。被学弟妹封为举重妖精、台东版神力女超人的郭婞淳，也有不坚强的时候。她说，难过时会躲在棉被里痛哭，允许自己难过，因为哭是最好的发泄，但不会让自己难过太久，要马上爬起来。郭婞淳说，明年的东京奥运是他的最后一站，他要拿到金牌，然后退休到世界各国走走，体验不同文化。接着回到台东开早餐店，他表示，早餐对一个选手来说很重要，他希望让学弟妹每天的第一餐充满活力，也希望借此带给学弟们能有回馈和感恩的信念。